隨住年紀漸長，好多喺香港生活咗大半世嘅長者都會面臨一種難以言喻嘅失落感。行到樓下商場，卻發現公共長凳一早已經被拆到乾乾淨淨。喺呢個連坐低都需要俾錢嘅城市入邊，邊度先係普通街坊可以切腳吹水打發漫長退休時光嘅去處？於是遍佈全港各大屋邨同商業區嘅連鎖快餐店，例如大家樂、大快活，自然而然咁成為咗呢座城市嘅平民冷氣避風塘。只需買一杯最平嘅奶茶，甚至咩都唔買，就可以享受充足嘅冷氣、光猛嘅燈光，以及同老街坊拼台高談闊論嘅社交樂趣。然而，當呢種建立喺個人舒適訴求上嘅長時間霸位行為，亦引發咗唔細嘅社會衝突。近日，大家樂喺旗下分店入邊張貼咗明確嘅告示，直接呼籲顧客用膳後請讓座，切勿佔用大堂。呢4個簡單嘅字，食完讓座，喺網上引發咗排山倒海般嘅支持。真正令霸位問題演變成巨大衝突嘅，係大家樂獨特嘅點餐運作機制。同傳統餐廳先入座後點餐嘅服務唔同，快餐店普遍採用先俾錢後揾位嘅流程。顧客需要喺收銀處排隊，或者喺自助點餐機上邊完成支付，隨後拎住收據去取餐處等候。當嗰份熱騰騰嘅焗豬扒飯準備好之後，顧客需要自己端住托盤去揾一個位。呢種機制一到繁忙時間，佢就變成咗一個殘酷嘅陷阱，因為餐廳系統並唔會限制售賣嘅餐量嚟配對實際嘅座位數目，咁就導致咗當大堂已經爆滿嗰陣，收銀處依然喺源源不絕咁結賬，已經俾咗錢端住熱食嘅顧客瞬間陷入咗手捧食物卻冇位坐嘅尷尬同憤怒之中。喺快餐店呢個摺疊嘅空間入邊長時間逗留並佔用座位嘅群體，主要可以劃分為以下4類。佢哋嘅行為邏輯各唔相同，但客觀上都造成咗餐廳空間流動嘅停滯，將快餐店作為日常社交圈嘅長者群體。呢個群體主要出現喺早市過後到午市之前嘅過渡時段，以及漫長嘅下午茶時段。好多退休街坊會喺朝早購買一份最基礎嘅早餐，例如一碗麥片加一塊蘿蔔糕，食完之後並唔急於離開。佢哋會將台上嘅餐盤推到一邊，攤開免費派發嘅報紙，或者乾脆雙手抱胸閉目養神，等候其他老友嘅到嚟。當熟悉嘅朋友相繼出現，佢哋會熟練咁將相鄰嘅2人台拼成一張大台，形成一個穩固嘅社交領地。喺呢度，佢哋交流超市嘅打折資訊，討論仔女嘅繁瑣雜事，甚至純粹係為咗享受唔使自己交電費嘅冷氣。由於長期以嚟快餐店對逗留時間冇硬性限制，呢度成為咗長者們成本最低嘅社區中心。將快餐店作為自修室同娛樂室嘅學生群體，每日下晝3點半到6點係香港中小學放學嘅時段，亦係快餐店迎嚟另一波霸位高峰嘅時間。香港嘅公共圖書館雖然設有自修室，但到咗考試季節，往往座無虛席。更重要嘅係，圖書館入邊有嚴格嘅紀律要求，唔准飲食，嚴禁交談。對於精力旺盛、中意群體聚集嘅年輕學生嚟講，快餐店寬敞嘅4人卡位顯然更具吸引力。幾名着住校服嘅中學生結伴而嚟，佢哋通常只會購買極少量嘅餐飲，例如一杯紅豆冰或者一份炸薯條，然後堂而皇之咁佔據一整張大台。表面上和面上面攤開住厚厚嘅課本同練習冊，但實際上大部分時間入邊，佢哋嘅注意力都集中喺智能電話上面，組隊打機或者係睇網絡影片，伴隨住高分貝嘅嬉笑打鬧聲、跨時段嘅下午茶等位族。呢個係一個極具香港特色，亦最容易引發返工族怒火嘅特殊現象。香港嘅連鎖快餐店為咗喺非繁忙時間吸引客流，通常會喺下晝2點正準時轉換餐牌，推出價錢比正餐平1大截嘅下午茶餐。為咗慳返幾十蚊嘅開支，
部分對價格敏感嘅顧客會選擇喺下晝1點15分左右，呢個正係午市最繁忙、打工仔最急需座位嘅時候，提前進入快餐店。佢哋進入餐廳之後，鎖定一個空位，迅速坐低，然後咩都唔食，眼定定咁睇住時間1分1秒咁流向下晝2點。喺呢段期間，無論隔離端住食物嘅人幾咁焦急，佢哋都驚然不動。呢種為咗等待廉價餐單而惡意佔用繁忙時間座位嘅行為，直接剝奪咗真正需要用膳者嘅資源，將快餐店作為共享辦公室嘅自由職業者。隨住零工經濟同靈活就業嘅普及，部分冇固定辦公場所嘅保險從業員、地產經紀或者私人補習導師睇中咗快餐店便利嘅地理位置同零租金嘅優勢，佢哋會帶住笨重嘅手提電腦、一大沓合約文件或者係補習講義，喺快餐店嘅餐台上面全面鋪開，點一杯最平嘅咖啡，佢哋就可以同客戶或者學生進行長達1-2個鐘嘅業務解說同輔導。呢種行為本質上係將公共嘅餐飲資源強行轉化為私人嘅商業辦公空間。由於需要放置電腦同文件，佢哋佔用嘅往往仲要係最緊缺嘅4人寬敞座位。霸位現象之所以會上升為廣泛嘅社會共鳴咧，根本原因在於佢嚴重損害咗快餐店嘅核心消費群體——香港返工族嘅切身利益。喺香港，返工族嘅午休時間被壓縮到極致，一般公司嘅午餐時間只有1個鐘，部分零售或者服務行業甚至只有嚴苛嘅45分鐘。呢個意味住由離開辦公室等電梯行到餐廳排隊買飯，食完再趕返辦公室，每一個環節都必須好似鐘錶齒輪一樣精確咬合，容不下半點差池。每日中午12點半到下晝1點半，數以萬計嘅白領、文員、地盤工人會同時湧入各大商業區同工業區嘅快餐店，佢哋用最快嘅速度攝取一份可以支撐下晝高強度工作嘅熱量，然後迅速撤離。當一名打工仔經過漫長嘅排隊，拎到屬於自己嗰份午餐嗰陣，卻揾唔到一個空位。然而，香港社會普遍崇尚少嘢麻煩同埋避免直接嘅正面衝突，因此端住食物嘅顧客通常注視住對方，希望對方可以良心發現，主動起身。遺憾嘅係，好多長期霸位者一早已經修煉出金剛不壞嘅臉皮，對呢種目光注視完全免疫。佢哋會選擇性失明，繼續沉浸喺自己嘅世界入邊。呢種每日重複上演嘅心理戰，令打工仔喺快餐店嘅用膳體驗跌入谷底。佢哋付出咗金錢，卻得到唔到最基本嘅體面同空間，最終往往只能妥協，一係端住盤子，企喺垃圾桶隔離，匆匆扒幾口飯；一係無奈咁揾服務員要外賣盒，將熱騰騰嘅飯菜打包，行返同樣逼格嘅辦公室，喺電腦屏幕前面黃心吞棗。呢個就係點解當霸位現象被搬到台面上嗰陣，會引發打工仔群體咁深重嘅積怨。喺過去好長嘅一段歲月入邊，香港連鎖快餐店嘅管理層對霸位現象大多採取一種默許或者唔干預嘅態度。正正係因為呢段漫長嘅 B 屈歷史，大家樂近期喺分店入邊張貼食員讓座告示嘅舉動，先至顯得尤為重要，甚至被網民冠以遲嚟嘅德政。呢張告示出現喺牆壁、柱位同餐台嘅顯眼位置，白紙黑字，清晰明了。對於端住食物喺過道入面苦苦掙扎嘅打工仔嚟講，佢哋而家可以名正言順咁行到霸位者面前，指住牆上嘅告示，禮貌而堅定咁講：唔好意思，餐廳規定食完需要讓座，麻煩你行個方便。喺香港呢座高壓、擁擠、節奏快到令人窒息嘅城市入邊，每個人都喺度為咗生存而拼搏。我哋理解長者需要尋找冷氣同陪伴嘅孤獨，理解學生尋找免費空間嘅拮據，亦明白自由職業者喺夾縫中求生存嘅不易。讓出一個座位，只係舉手之勞，
但對於嗰個肚餓到咕咕聲、焦頭爛額嘅都市夜歸人或者午休族嚟講，卻係一份巨大嘅體面同尊重。喺香港呢片土地上，重建呢種方便自己亦方便他人嘅默契，或許先至係呢項新規背後最溫暖嘅現實意義。